新正年假就要到啊，台铁是宣布佮加开24班车，互民众会当回故乡。其中有16班是对号列车，8班规台拢是自由座，安尼是会当比旧年的载客量增加3%。交通部长陈世凯今早起就去家人7堵机务单视察，要求这台铁凡事都要照起工，以卖发生事故为目标。台铁伫春节国加开24班加班车，其中8班是 EMU 3000型自强号，采取全自由座列车，并且用总量管制方式卖票，维护坐车的品质。因为最近台铁伫咧7堵吊车站发生吊车摆尾情形，虽然无人伤亡，不过造成列车延误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希望台铁一定要做到零事故。我们也严肃的要求我们所有的同仁，在安全上面的 SOP 必须要全面的落实，100%落实。我们的要求叫做零事故，不是低事故。好，所以所有的动作都必须要落实，把它做好。因为大家关心的台铁的票价，虽然伫春节进前未起，不过过年后要密切的讨论。台铁董事长杜比证实，昨晚正伫咧今年就去年方案无够的所在，增加照顾到地中长的旅客需求配套。按算上紧，2月董事会再提出票价方案。依据立法院的这个票价计算的公式来做测算但是票价计算里面呢，基本上呢，它有给一个合理报酬率，我们是按那个最低的合理报酬率。那如果还要再做一些调整的话，就会比那一个最低的合理报酬率再降低。台铁表示，票价是依照公式来拟定，上面也是在董事会同意了才能确定。若是通过，会提报予交通部审议。目前是也无具体时间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